台北市的永康街2022年有入选英国 Times Out 全世界上水上界趣味的街路，目前是当咧做道路设计加人行道的整修工课。市政府嘛表示讲，配合台北市新出版的道路设计手册，未来市内道路整修都拢有通遵照。大型机具、家具的人行道全部挖掉，再搁重新拍底，对基站到表站全部翻新。不少观光客来台北一定会拜访的台北市永康街上款，目前单边的人行道已经完成翻修作业，铺面的材质比过去风水也较平，线型优质了后，跨度也增加。本来拢关街啊，人会跋倒啊，即马袂啊，即马拖菜篮啊，什么拢足方便的。以前都是要拉到那个车道去啦，上面这边就不好，因为不平，所以都要拉到车道那边才会比较。现在就不会了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因为观光客多，常常有有行李，佮有塞婴仔车的旅客行伫人行道，和当地居民共同使用人行道。过去就发生过有人下紧互卡条咧，跋着伤的案例。不过大翻修牵连到商店的生理，在地也有无共款的意见。经过真侪届的争取，市府就要同意换新。我的里民就曾经受伤过，就有人断过脚，也有人断过手。我们这里是永康商圈，是国际商圈，所以进来的观光客是特别的多。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行人的人。就是人走在这个人行道上面，被绊倒的这件事情，如果上到国际新闻的话，也是不好的。台北市交通处坦白讲，交通措施的成败，关键是沟通和共识。台北市最近也创全台湾首例，推出台北市道路设计手册，针对新混的道路，佮有常常发生意外路口和特殊路口优先改善，其他是伫路面更新的时阵做伙改善。透过图像化的方式来简单呈现。这本手册除了能够作为相关单位设计道路的一个依循之外呢，也希望能够作为与当地以及居民沟通的一个平台和桥梁。市府表示，手册整理中央法规，配合图片，并且以交通优先区做例，说明措施的用意。正做相关单位设指引以外，更加希望会当借此和用路人沟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